日本同處台灣半世紀對台灣嘅客家人也帶來當多影響，最顯明嘅係人人嘅綜合，讓客家人分布嘅版圖。對國民政府前台之後，學者表示，因為同處嘅方式鬧出佢問題，過去擺出現南北客家人佔據立場冇強壯，影響也動態。花蓮縣秀峰鄉日本修改下係個移民村。四川以前結束已經70年，到底下還係保留一道日本式嘅建築。下能起來所在呢係套豐田新下嘅遺址，下當年改做係北蓮寺。其實頭幾百年前，日本為咗開發東部嘅資源，進行了一連串嘅東部嘅移民政策。當時咪對西部侵略進到供應來做開發，當中有進到係抗議。這個土地資源可以種的，就盡量就種甘蔗啊，種煙葉啊。哦，山上可以採的。當初是從樟腦一直到它的檜木哦。83世界當天老家池建東一把條擺式聽見日本嘅節目來到東台灣開墾落腳清潔型嘅哩。做案法做唔起，而搶人做，做牙把嘅港中做模式，將草船坐個邦邦嘅，你幾龍坐到法連來。唔單止造型客家二次移民，寫下接着聽到嘅外來語，同埋到設備到嚟到，咪係日本統治50年當中帶來嘅語言融合。有一些是日本原來的語言，那有一些是從日本來的外來的語言，啊，比如說 kobu 什麼 toragu 什麼這樣類似像這樣子的，像這些東西就會變成是台灣話中的一個部分。不過，從1936年到1945年，仍然對中國作戰同太平洋戰爭使用進度嘅阿兵哥，日本開始對清明體進行皇民化嘅運動，密切危害到台灣嘅母語。其實對新一代的人是有所影響的，所以那時候國民政府來，他都已經有提到，就說其實新一代的人都已經不太會說自己的母語，不管是福佬或是客家。為了提高戰力，防範敵軍侵襲，駐台國軍第70軍舉行野營演習。到國慶內戰嘅發生，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美國帶來一批無算少嘅客家移民。研究客家歷史嘅學者強調，呢條年後同桃竹苗呢條中北部嘅抗議慢慢融合，本台灣客家同中國現象有連結，係是咪造成之後南北抗議同經濟立場上嘅爭差？所以他們對於執政的，或者說他們對於中原客家、對於中國原鄉，他們有更多的，他們可能被已經根深蒂固的認為說我們是這樣子的一個血統過來的。中華民國萬歲！內戰、國慶內戰連殺兩場戰爭，改變世界時局，未改變同台灣嘅抗議。就算經過了半個世紀，留落來嘅痕跡到底下還係有動態嘅影響。客家新聞0996記者綜合報道。